流浪狗仔攻击原生种动物的事件是愈来愈侪啊，亲像石虎、拉里、高明鹰等等的动物，因的生态地甲生存拢受到威胁。有动保团体甲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合作，伫到高雄办展览，希望大家做伙来重视动物的困境。画面中会当看到有流浪狗准备要攻击高明鹰，高明鹰的阿母拼命要保护家己的囡仔。这几天流浪狗仔、猫仔的数量增加，嘛影响到台湾原生物种。根据清华大学教授10年统计，流浪狗已经迫害包括拉里、高明鹰、石虎等等动物的生存。其中拉里受伤5成的原因，拢是因为流浪狗。去年就166只拉里受攻击。详细大概拢是尾仔断去，还是讲迄个身躯有介侪迄个喙去加过的空安尼，阮就判断讲这应该是流浪狗仔所影响。就看到讲，只要是狗仔较侪的所在吼，即寡原生种的野生动物拢数量拢变较少，就较毋敢伫遐。根据农业部111年的数字，全台有16万只流浪狗仔，其中伫高雄市产业逐年拢在增加。清华大学教授就发现，2018年到2022年受产牛仔数量减少超过90%，即马剩无几只。为着要互大家重视野生动物保护议题，主管处甲动保团体合作，伫高雄举办动保挺野保的巡回展，透过峰会图片甲研究的资料，呈现流浪动物对台湾原生物种的危害。因为这些游荡狗会基于天性去追逐，甚至于攻击，像是寿山这边就有山羌，就是这些年来的数量下降非常的多。展览会展出到11月17日，展前嘛呼吁大家莫黑白饲流浪动物，毋望政府爱管理好势，野生动物的危机甲流浪动物同款重要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